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城顶案件，经过地方法院审理，高保金对3000万提悬到7000万，嘛要挂电子卡扣。南韩济州航空空难造成179人死亡，当中141个罹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乌阿爸嘛已经找到，全国哀悼7天。去防单翼停职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出庭应讯，已经散假，相关单位申请逮捕令，是南韩头一个去获逮捕令逮捕的现任总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过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南韩的济州航空空难，造成179人死亡。这目前已经确认141个罹难者的身份，飞机顶的2个乌鸦仔嘛都已经找到，大概是需要1个月才当解破乌鸦仔内容。时阵，这南韩的代理总统崔尚木宣布全国哀悼7天。南韩史上发生上界严重的空难过后，搜救人员继续伫武汉机场坠机的所在来清理检查。像机场2具乌鸦仔已经找到啊，机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外观破去啊，解脱时间可能要1个月。国土交通部30条开记者会讲，离到空难发生进前，塔台北发出爪哇龙飞行机的警告。1分钟了后，机长就汇报爪哇龙着飞行机发出求救，5分钟了后，飞行机就摔落了。메이데이 세 번 선언했고요. 버드 스트라이크, going around 용어를 썼습니다. 也真侪人伫问讲，为安怎地面无派遣消防车喷一个消防杀本铺来台面？国土安全部讲，猜测是因为时间未赴来协调。这个空难事件造成机顶179人死亡，只有坐伫个飞行机尾下2个空服员活落来，其中1个男性空服员规身躯真侪所在骨头断去，伤着颔棍甲胸坎骨，有可能规身躯拢无度震动，也伫积极治疗中。代理总统崔尚木39个令长来定义，下令善后工作完成了后，对全国航空运输系统进行紧急安全检查。国土部是对国内所有共机型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来进行特别的检查。这摆空难死者因讲拢是韩国籍，除了2位泰国公民，3000公里远的泰国乌龙塔尼77岁老爸目眶红红，唔甘旅居韩国7年的细汉查某囝回乡探亲了后，今年拄到这摆灾难。ทำใจเอาสินะครับที่ไปคิดตั้งแต่นั้นที่คิดว่าเหตุทั้งใดจำเป็นมันเกิดอุบัติเหตุแล้วผู้ใดก็คือกั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พิ่นว่าโต 伫武汉机场边啊开海鲜餐厅的业者讲，离到事发时听到嘣一声真大声，因为是附近的油槽发生爆炸，行出来看了后，看到坠机的所在，高烟一直冲出来，然后佫听到连续至少有7摆爆炸。原来伊对空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附近定定有大间，规群来飞来飞去。南韩朝鲜日报报道，武汉机场伫1999年金大中政府时期动工，2007年正式来启用。虽然附近5分钟航程外口已经有机场啊，不过为着讨好地方的选民而推进，又使用率真少，也要出现民众伫跑道顶面拍险球仔的情形。另外，地点瓦郡湿地保护区12000只冬天的道鸟迁徙停留，真侪和鸟仔弄到机会相关的机场。这摆空难搁再暴露出机场地质选无好的缺陷。韩国代理总统崔尚木伫9宣布为这摆进行7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致哀，讲准备好提供必要协助，也派出专家团队来赴南韩协助调查。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济州航空的事故原因要待调查。咱翻头转来看咱台湾的松山机场，这松山机场的跑道是2600公尺，比出代志的武安机场搁较低，安尼敢袂有风险？咱的运安会就表示，松山机场是有起烂炸风雨，万不伊飞机若冲出跑道，也搁有一寡存救的空间。班机冲出跑道了后，卡伫草坡啊，机上乘客为冲去倒升推离开机舱。2004年，复兴航空班机降落伫松山机场的时阵，冲出跑道，敢若差15公尺就弄着围墙，一直到隔工又拖车拖走。运安会当时伫事故调查报告建议松山机场会当参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受限都市发展一甲天然障碍物的跑道去EMAS工程拿走系统减害。EMAS 本身是一个轻质混凝土的结构。那也就是说，当飞机在一定的速度撞到这个轻质混凝土，飞机里面的发动机跟飞机的蒙皮结构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这个轻质混凝土就会散成一个粉末状。
运安会表示，IMAS 工程蓝组系统使用紧随的材质，会当吸收飞机冲浪的能量，特别适用到飞行低跑道机场。上川机场嘛，捌伫面这专业介绍 IMAS， 就亲像是插杆啊搭起来，万一飞机脱离跑道尾站，会当有效降低飞机的损害。伫全台湾国际机场、桃园机场甲台中机场的跑道，拢超过3600公尺。高雄机场跑道原来有3100公尺，上机跑道相对上短，嘛是台湾国际机场唯一有装 IMAS 系统的机场。学者指出，无论是 IMAS 还是机场围墙紧随的材质，拢是预防性设备，若是用伫即届济州航空事故，效果嘛有限。IMAS 也不是一个万灵丹，如果今天它脱离跑道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逃脱了这个 IMAS 可以拦阻的这个效益。若是有人嘛关心事故飞机机型737-800型安全议题，民航局表示，目前咱国敢若华航有10台737-800，机龄9.2年，已经要求业者检视航机记录计相关系统检查的次数、测试的项目甲记录，同时要求业者针对所有的机队，伫空机的时阵，若是拄到任何紧急状况，应该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甲地面联管单位保持联络，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去互单翼停职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拒绝出席应讯已经3届，这相关的调查单位就甲法庭申请逮捕令，是这南韩的历史上头一个去互申请逮捕令逮捕的现任总统。韩国警察厅的国家调查本部、国家攻击犯罪调查处以及国防部的调查本部，针对尹锡悦相关案件，组成共同调查本部。搁伫12月18、25、29 3届团尹锡悦出席应讯，不过尹锡悦拢拒绝。调查单位因为安尼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尹锡悦的律师认为，简称公调处的国家攻击犯罪调查处无调查内乱罪的权限，设立共同调查本部嘛无法院依据。另外，律师嘛认为，公调处无申请逮捕令的资格，请求这个动作本身就无效。 각 규정을 아무리 검토해봐도 지금의 송달이 적법하게 됐다고 해석할 여지가 전혀 없습니다. 甲尹锡悦做伙辩被告的前国防部长金良显辩护律师指出，反对党讲总统依照职权宣布戒严是叛乱，所以家己认为单协总统甲三都预算是国会合法的权利，这是家己讲话袂对当。 늘 그래왔듯 선동을 통하여 국민이 선출한 대통령마저 끌어내리겠다는 중대한 내란 시도가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비상계엄의 비상사태인지 여부는 그에 대한 판단은 전적으로 대통령의 고유 권한입니다. 另外，共同调查本部嘛针对若得到法院签发逮捕令去总统官邸逮捕尹锡悦的过程，官邸警卫对可能出手阻止造成冲突的状况，嘛发表书面声明，警告官邸警卫队袂使阻止逮捕行动，若无以妨害特别公务，也有滥权这个罪名追究责任。不过外电原有报道指出，尹锡悦目前已经有禁止出境的限制，法院也有可能以无逃亡的顾虑拒绝发逮捕令。 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城顶案件，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这交保金是对3000万提悬到7000万，而且搁会挂电子卡扣。另外，其他被告沈庆京、应晓薇、李文忠，这法院有关是裁定交保，北检就讲要搁提出控告。 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甲其后陈培基牵手同齐离开法院，交保金为3000万，经过台北地院经裁，提悬到7000万重保，超过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世5000万，是最近几年涉案政治人物保障金额上悬。陈佩琪陈律师，一方面可能是他去要求检方那边给他解冻了某部分的钱，一部分的定存解除了，一部分他去找了应该是柯家的人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人。 郭文哲交保各计4000万，法庭35点进前撞到，国家由陈培基亲自办保，除了保金提悬，也互法院要求挂电子卡了。法院合议庭认定，虽然感觉柯志武无够案，也毋过证人拢无指出伊的涉案情节，目前被当作为属恶理由。而且郭文哲已经表明，量早时任党主席会降低继续接触被告证人的记录，只是伫其押庭上，检方主张。 柯志武捌协助办手机，互郭文哲化名罗廷伟，甲律师联络，也正做想袂到的代志。
事情的真相，我还是要再去清楚的了解，才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评论。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检方质疑有第三版护照，你怎么看？比比亚桥面对镜头，我伫亲友的身边。讲这个案的其他被告，台北市机关应晓薇、国民党竞选前财务长李文忠，甲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伫竞赛了后全部拢交保，也毋过保金拢变悬，分别拢爱搁交1000至6000万。关键4名被告伫专案起诉了后，二度得到交保，北检回应收到裁定理由了后，会依法提起控告。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共款牵涉弊案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去防指控讲咧做市长的任内土地开发案收乌西500万，嫌疑伊阁出庭有关是好人犯罪。也那检方是强调讲，人证、物证甲金流拢已经查甲清清楚楚。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桃园市长任内涉入华雅科技园区的土地开发弊案，收取汇款500万块。30第2摆出庭，提前半点钟由委任律师陈永来陪同来到桃园地院，落车了后行真紧，行入去法院，全程拢无讲半句话。为何司法不公啊？这是会再补充说明吗？涉嫌收取汇款500万块，郑文灿8月遭到检方来起诉，专案进入司法审理，已经有部分被告承认这个犯行。因那郑文灿第2摆出庭，依然是好人犯罪，由律师代为辩护。有没有阶级译文 A 案当 B 案被滥用的问题？这个不方便讲，有没有滥用要后续调查才知道。对着涉嫌收钱的部分，律师辩护主讲起诉是根据前大学高层廖俊雄爸仔送钱的口径，检察官无尽到举证的责任，起诉书以劫书劫机带入检察官的猜测非常无专业。因来检察官是强调，这是事情明确的收受汇款的案件，实务上是真少看，已经有4个人承认送钱的这个口径，唔有这个送钱的方式，要有退钱的方式，同时要有人证物证，唔是干那只有 Excel 档案。整个案件的关键是在于袂用提钱办代志。郑文灿好人收钱要来拼无罪，检方强调证据充分，法案事实明确，检辩双方伫法庭激烈来辩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天灾，南美洲西岸秘鲁顶礼拜受4公尺悬的大鹰架过，官方是甲全国91个港口总关起来，禁止民众出海。也那这附近的国家厄瓜多跟智利已经有3个人死亡。海面上，阮阿公手悬的大鹰，互船差点变去。秘鲁顶礼拜六受到大鹰的袭击，当地媒体讲大鹰上悬会到4公尺，有一寡爆花甲矿场拢已经淹去啊。真侪民众必须到地势较悬的所在去避难。官方已经伫拜六宣布，全国有3/4，总共91个港口已经关起来，部分地区已经甲所有观光的海堡关起来，也禁止旅客也是渔民冒险出海，有计有几啊万名的民众受到影响。Hay un grande problema. Este oleaje no ha sido como los otros. Y los que más afectados han sido los hermanos pescadores. Y ustedes saben que la gran mayoría se dedica a esa, a la pesca y al turismo. Y esperemos que ya no pase nada más porque eso afectaría a la economía, al menos de... 秘鲁官方讲，这波大鹰是伫几啊千公里外美国沿海形成的，顺太平洋表面的风一路来到南美洲西岸。Es que tenemos un oleaje anómalo. Capitanía de Puerto y la Dirección Nacional de Hidrografía indicó que a partir del 25 de este mes de diciembre se iba a originar oleajes que podían originar problemas también en la zona costa. En toda la costa norte. 就秘鲁暂时无传出伤亡，不过秘鲁的邻国厄瓜多是通报2人死亡，智利是通报1人死亡。各国有计大鹰也继续几啊天，不过对元旦开始应该慢慢来恢复正常。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讲到国际天灾，今日新闻世界通2024大代志，特别带大家来看这一年当中严重的灾难事件。头先来看到的，就是今年1月7日当迎接新年。迄天下晡，日本就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深度近60公里，甚至还有发大海中警报。这地震尾嘛造成真侪厝倒去，也是火烧。落尾计共是有462人死亡，3个人失踪，1300多人受伤。这令定半岛、石川的轮岛、七尾、渚州的灾情上加严重。除了这地震造成严重的伤亡，大水嘛也造成大量的死伤。
头先咱先来看这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市，10月底是发生10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无到一天就落491毫米的量，等于是当地一年的雨量，造成231人死亡。除了这惊人的雨量，真侪居民嘛认为讲是政府想办法警报，害因拢未负逃生。接落来，咱就来看美国，今年是有2粒破纪录的风台，造成美国严重的死伤甲损失。头先在9月底，飓风海伦是橫扫美国的东南部、南卡、北卡、乔治亚等地区，超过230人死亡，是在2005年 Katrina 风台了后上侪人罹难的风台。结果过无2礼拜，这飓风米尔顿就又搁扫往同一搭。根据分析，米尔顿是有史以来大西洋第5强的飓风。无到10点钟，就对热带风暴变强做5级的飓风。这2粒飓风拢有可能是造成美国500亿美金以上的损失。接落来，转来看咱台湾，今年上界严重的天灾之一，就是4月初3花莲大地震。咱边看到迄张相片，就是因为地震倒去的天王星大楼。这场地震落尾是造成18人死亡，9000人受伤。这花莲的太鲁阁公园中，无到爱7年才当条件好势，而且这18罹难者当中，都有13个人是伫咧太鲁阁过身的，失踪的2个新加坡游客，因的家属嘛已经申请宣告死亡。上尾来看造成咱台湾严重灾情的风台，7月底这凯比风台对宜兰南澳登陆，是在2016年到达头一个登陆台湾的强烈风台。加共是有11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900多人受伤。另外一粒9月底10月初升到台湾的3度2风台，是对高雄首港登陆，是在47年来头一粒对高雄登陆的风台，这就造成当地严重的灾情。在高雄屏东是小连续停课4天。3度2风台走了后，10月底就有一粒空热风台到地。对台东成功登陆，这人数是透超过17级的强阵风，嘛造成全台湾97万户停电，是这7年来上界严重的。气候变迁造成世界各地天灾不断，这灾难的强度嘛哪来哪强？这阵就要和观众朋友同齐来看详细报道。规个街头拢是雨大水冲到东岛西歪的车辆。10月西班牙的瓦伦西亚8点钟来落500毫米的雨。等于是因1年的雨量。That's a huge amount of rain, and very few cities are designed to cope with that amount of rain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西班牙做大水，不过全球却出现欠水危机。联合国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有3/4的土地凭30年前更较打扫。后面气候变迁监测机构也讲，今年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1年。So if the glacier disappears, tha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conditions for ecosystems.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for farmers, etc.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with 11 months of data for 2024, we are now virtually certain that 2024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厝尾顶的铁柱未堪得透强风，规片飞起。10月3度2风台扫来台湾，高雄市出现罕见的17级的阵风，规个城市雨风吹甲乱七八糟。气象署也头摆伫咧高雄发布风台强风过境的国家级警报。如果以气候变迁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最近可以观察到的趋势，跟未来的发展，大概就是说，干季越干，湿季更湿，不下雨的日数会增加。下雨的日数减少，但是只要下雨，都可能比以前来得大。学者分析，因为气候变迁，未来无落雨的时间，可花会愈来愈明显。落雨的时，雨量会变多，会变大雨。2014年，真侪所在拢有感受到极端气候的威力。人类要安怎应变，走向2025年，这是全球无法度走闪的议题。记者阮谢桂林综合报道。咱头拄则有看到这西班牙10月底是发生10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这当中嘛牵涉到当地政府应变上慢，造成死伤的争议。所以讲，昨就有8万的居民是行街头示威，要求这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落台负责。
8万名示威民众手举大声喊、香手甲坐番，要求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主席马上落台。因也将数十台的铁轨开上街路抗议，因为今年10月底伫西班牙爆发了严重大水，231名罹难者中，其中的223人就伫瓦伦西亚地区，目前也有4个人下落不明。示威民众谴责马上反应慢，一寡民众一直到大水，因伫城镇的时，伫下班的途中才接到警报通知，而且马上迄日也甲政府团队失联几啊点钟。根据西班牙国家部的报道，马上迄日当咧甲一名记者食饭，所以未当紧急处理危机。疏忽职务，佮加上公事起起倒倒，才互瓦伦西亚民众忍无可忍。那安尼救援行动也一慢，互灾民连续5日只会当靠志工协助提供食物、饮用水甲清洁设备。虽然马上已经承认有毋对，也毋过坚持未辞职。Dimitisca el president de la Generalitat, perquè encara hi ha respostes que estan sense saber. Per exemple, on estava el dia del 29 d'octubre, en el Ventorro, que no sabem on estava. Va estar 5 hores desaparegut, entonces no sabem on estava i volem que per almenys que doni l'explicació que corresponga a tots els valencians. No hizo su trabajo. Y el que no hace su trabajo tiene que ir a la calle, sobre todo con gente pública. 离到这日的示威行动是瓦伦西亚对政府表达愤怒的第3场大型抗议活动。瓦伦西亚的警方表示，在1月7号到30，进行的2场抗议，分别有13万人甲10万人参与。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换来看较轻松的消息，西班牙马德里有一间教堂，这主持的神父嘛是一个戏剧演员，伊是把这黄色阿米亚当作仪式的道具，这参加比赛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黄色鸭该吃落了，发出蠓牙色的高级叫声。神父刷来用马桶露为众人秀水，然后放入喙内入喙去。原本严肃的弥撒仪式，伫马德里这间以黄色鸭为主题的雅雅教堂内，以前拢变甲真好耍。Si yo tenía un Dios, ¿cómo podía ser el Dios? Entonces empezó a pensar, el Dios no era todopoderoso, los payasos no le gustan las cosas, tendría que ser una cosa pequeña, una cosa sin trascendencia, una cosa infantil, sí, una cosa para los niños, y llegó la idea de un patito. 戏剧演员出身的神父决定拍破传统宗教的教条甲束缚，选择用黄色鸭带予民众笑话甲欢乐，最终以用变笑的方式将弥撒变甲趣味了后，相关影片伫网络唱起来，也吸引不少游客来现场体验。这日一对新人来雅雅教堂办婚礼，因头壳顶的花冠、手挂的手指，拢有黄色鸭的元素。10年落来，这个教堂愈来愈受欢迎，成做马德里热门的观光景点。Ha sido una pasada y se lo recomendamos a todo el mundo que no se lo pueden perder cuando venga a Madrid. 这个另类教堂以黄色鸭为目标，娱乐性质大过宗教意义。来参加过聚会人，拢互因真悬的评价。不过，伊只伫拜5到礼拜2特定时段开放，想要参加弥撒，爱事先预约。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意大利米兰对明年1月1日开始禁止室外食薰。包含车路，也佮有咖啡厅、酒吧的户外座位拢袂当食薰，若是违法，上当会去罚8,200台票。意大利的米兰市为明年1月1日开始，将会伫户外禁止部分，即包括咖啡厅、酒吧等场所的户外空间，甲一般的道路。若违反，相关将会处240欧元，相当新台票8,200块的罚款。事实上，米兰市政府禁薰计划为2021年就开始推动，一开始是禁止伫公车站、公园、墓地、体育场馆等人较侪的场所部分。即马已经推广到所有的户外空间，唯一的例外就是伫户外会当保持10公尺距离的时，有源温存部分。另外，这项政策是针对含有薰草的产品，电子薰无种有源温存。也毋过，意大利游玩有真侪部分的民众，有人就表示，户外禁薰实在是伤过分。Però con la nuova legge la vedo un po' eccessiva perché sì, va bene non fumare nell'ambiente chiuso, va bene non fumare vicino a una persona anziana o bambini, ma proprio evitarlo all'aperto per me limita un po' la libertà di una persona. Per me è un po' esagerata come legge. 也有人主张安尼会当改善污染问题。Allora faccio una premessa, io non sono stata mai nella vita fumatrice, ho appena saputo dell'applicazione della normativa, sono d'accordissimo perché comunque
Il fumo incide moltissimo sull'inquinamento e sinceramente in quest'epoca dove noi soffriamo molto il cambiamento climatico, penso che un provvedimento del genere possa aiutare, supportare per il ridimensionamento degli effetti. 米兰位伫两座山脉之间的溪坎，空气污染较袂散去。米兰所在的隆巴第大区，粉的烟雾就占有粉的污染7%。有市府官员表示，禁粉令是为着提悬大家的健康意识，互大家了解到粉毋是对不粉的本人有歹处，也对市区内所有人拢有危害。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日拜三新年1月7日，同一个时间再会。